花絮在地新闻继续要来看5.1挂翠暗游台南，翕相登卡有好礼。交通部推出加强版的高速公路1968的 App， 点出着234个警示的热点，台南市就占29个。市长王伟提真气愤哦，讲安尼一来，本地就真惨淡的观光餐饮业生意愈歹做咯。家己的县市家己救，王伟提推出着新的措施，讲台南市各风景区的景点，拢已经做好着防疫的准备。民众只要挂翠安到交通部标示的这29个景点的任何一个点来翕相登卡，就送你一份礼品。这些高官们对台南市有仇吗？台南市长王伟提点的交通部，正是因为这件代志。5月连假，全台湾有234个警示的热点，台南市就占29个。杜江安尼一个做本来真惨淡的观光餐饮业挡袂牢，王伟提搁推出安心游的活动。风景真水，来虎头埤风景区翕一张；赤坎楼安平老街搁翕一张。5月连假，只要你挂翠暗去台南这29位任何一个景点翕相登卡，传到面册，就送你各一个限定商品。在好山好水的这个地方打卡，那又可以拿到这个东西，何乐而不为？好，所以我们只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希望能一起来提振台南的观光。台南管理局搁强调讲，各风景区防疫工作拢已经准备好啊。5月连假唔惊民众来，只要挂好翠暗，保持社交距离，就会使安心啊游览台南。